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延續上一集嘅鋪排，第二集繼續圍繞青春症候群同被看不見呢個命題，但節奏更進一步，從試探走向對抗，由私下嘅確認變成公開嘅宣告，由兩個人彼此依靠變成要同整個世界對眼。故事一開始就係泰嘅愚勇計劃，佢決心用最直接方法打破麻衣被世界忽視嘅困局。點做？喺眾人面前堂堂正正承認自己睇到佢，而且要用一個冇人可以裝作聽唔到嘅方式。於是喺上學高峰時段嘅車站、校門口，泰刻意引起注目，大聲同麻衣對話，喺人群之中拉住佢行，甚至直接講出學者嘅名字。旁人眼中，泰係對住空氣自言自語、耳語、竊笑，手機鏡頭一時間湧晒過嚟。泰清楚知道自己嘅黑歷史會再被放大，但佢選擇承擔，因為只要有一個人肯相信，麻衣就唔係孤身面對消失。呢種逆流而上嘅行動唔只係魯莽，佢好精準咁找住咗一個現象：當集體視線被強行帶到泰身上，麻衣雖然仍然被忽視，但泰同佢之間嘅連結會被更多人見證。換句話講，泰喺用自己嘅名譽作代價，去為麻衣嘅存在作保。麻衣表面上仍然冷冷淡淡，但眼神入面嘅動搖透露佢其實被呢份莽撞嘅誠懇打動。兩人之間嘅互動喺第二集變得更有火花。泰嘅毒舌同麻衣嘅淡言形成一種微妙嘅節拍，你來我往，鬥嘴之間其實係信任嘅鋪墊。中午佢哋一齊食飯，測試更多場景。放學，泰依然陪住麻衣行路。觀眾可以感覺到，麻衣雖然仍然被世界忽略，但至少有一個人會記住佢講過嘅每句說話，做過嘅每個表情。然而，麻衣嘅狀況並冇即時好轉，相反，佢存在感似乎更薄，有時候連泰都感覺到一絲不穩，好似距離失去視線只差半步。呢種瀕臨邊緣嘅不安，令泰更想快啲揾到破解方法。佢開始諗，青春症候群背後可能唔只係被忽視咁簡單，仲關乎承認。被誰承認？用咩方式承認？喺咩場合承認？公開、清晰、不可逆，先足以對抗消失。第二集一個關鍵場面就係泰喺學校走廊、課室門口，甚至操場邊，毫不避忌咁對班同學宣告：我而家就同英島學者一齊。呢句說話對旁人嚟臨係自說自話，對泰嚟講係立旗，而對麻衣嚟講係被世界名義上承認嘅一步。風波當然即刻來到，同學們竊笑，老師狐疑，八卦在網上擴散。泰被貼上另類駁出位腦有問題嘅標籤，但就係喺呢堆雜音入面，泰嘅聲音越來越穩，佢嘅選擇越來越清晰。與其被不實嘅目光定義，不如由我自己定義我正在做咩。我喺守護一個人。泰嘗試從規則入手，如果被看不見係由注意力嘅缺席引發，咁最極端嘅反制就係喺所有人面前將麻衣不可忽視化。佢諗到一個近乎瘋狂但極其有效嘅做法，喺學校最核心、最不能當冇睇到嘅場合，製造一個無法忽略嘅事件。於是嚟到第二集最高章嘅橋段，泰當住全校同學做出一個會被永久記住嘅行動，夠大聲、夠直接、夠丟臉，但正因為如此，佢具有儀式感，就好似對世界講：你哋可以唔信任何嘢，但請記住，英島麻衣存在，因為我正在和他一起面對。呢個行動嘅後果係雙向嘅，對泰而言，風評可能再跌一格。但佢獲得咗更強嘅內在一致，言行相符。對麻衣而言，現實開始出現裂縫，在某啲瞬間，仿佛有人的視線被牽引，世界對佢嘅忽視似乎唔再鐵板一塊。最重要嘅係，麻衣終於開口，較完整咁講出自己同母親之間嘅矛盾。當一個人被當作商品管理太耐，就會忘記自己係點樣存在，而當你嘗試奪回自我，世界卻用看不見來懲罰你。泰冇急於反駁，佢只係講：咁我就負責睇到你，直到你再次被世界睇見。
第二集亦穿插咗其他角色嘅短短出場，例如國中學妹古賀、同學郭健和氣又毒舌嘅朋友商業等，為之後嘅故事埋下伏線。同時，學校傳言持續發酵，有人覺得太係作秀，有人覺得佢係真性情。觀眾從側面見到留言係點樣在群體之間跳躍，將一個人嘅選擇仲塑成笑柄或者勇氣。臨近結尾，泰同麻衣喺黃昏時分看過海邊，風好大，說話被吹散，但意思冇散。泰提出最後一步，如果要令世界真正承認你，可能要用到最笨嘅方法。麻衣望住佢，第一次用幾近撒嬌嘅語氣講：咁請你繼續用你嘅笨方法。呢一刻，兩人之間嘅距離拉近，唔係戀愛嘅甜，而係共患難嘅信任。第二集以半開放式嘅方式收尾，青春症候群仍然無解，但路線更加明確，要以一個不可忽視嘅公開行為去撬動世界嘅視線，要以一段相互承認嘅關係去對抗被看不見嘅詛咒。觀眾會自然期待下一集泰會點樣把賭注壓到最大，麻衣會唔會因此真正被世界看見，而彼此之間又會唔會因為誠懇而變得更脆弱，抑或更堅強？總結嚟講，第二集將主題由描述走向實踐，從發現問題到嘗試解法。佢講嘅唔只係戀愛開端，而係一種面對世界嘅姿態。當你被忽視，就用清晰嘅聲音，笨拙但真誠嘅行動去宣告：我睇到你，而且我會一直睇到你。多謝各位收聽。